ChatGPT 和人工智慧的应用受到关注，行政院嘛召开跨部会会议，要来提出人工智慧法的草案咯。有学者专家是认为讲，针对人工智慧的相关技术咯，应该爱有全球的管制协议，对晶片的设计、制造哦，拢应该爱有规范。歌香水、歌声好，这是韩国 YouTuber 歌手鲁伊。不过，遮水的面子啊，是由 AI 深度学习虚拟技术来合成的。另外，佫会当甲人开讲，帮助整合资料的 ChatGPT， 拢互形成式 AI 受到关注。不过，形成式 AI 透过大量资料进行训练，加上为网络甲资料库收集资料，可能会冲击智慧财产权。利用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经过著作人的同意，那出来的这个比方说图画可能跟某几位画家又会有点神似那这个就最近就产生了很多著作权的争议。如果要谈制裁权的部分的话，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一个是输入端，一个是输出端。现阶段来讲的话，还没有到完全自主，全部由 AI 生成。专家认为，智慧财产权输入端这边合理使用是真要紧。AI 目前也是工具，爱靠人下指令产生结果。收集的资料公开来源是真重要。若输出端是爱有人类的创作，也有 AI 真做发明的人申请饮料架、信号灯等等的专利。不过因为设计上的问题，去有智慧财产局判决。今天画的人脑袋里面是我要画个圆，画个方，基本上是来自人的脑袋。那个 AI。真的是一个工具人，它等同一支笔，它拥有著作权。我觉得至少目前全球上看起来，我觉得是否定的。形成式 AI 可能在咧训练的过程当中，敲出营业秘密。智慧财产局认为讲，只要无对外公开，做好保护，无定着对当避免。台湾大哥大资讯长蔡其严讲，敢若为训练来源管制形成式的 AI 可能也无够，应该扩展到全球性管制协议，为前端晶片的设计、制造甲机房，也有 AI 模型创作者，拢需要规范。记者综合报道。